韩星崔振赫为了来台举办见面会，辞演韩剧《皇后的品格》，最后加长的4集。今天来台，亲和力十足的走一般入境通道，机场大厅100多名粉丝以尖叫声迎接偶像来临。崔振赫还走上前握手致意，回应影迷的热情。戴着黑色口罩，一身休闲打扮，崔振赫为了粉丝见面会抵达台湾，好心情全写在脸上。看到粉丝热情迎接，立刻走到影迷面前，一个个握手感谢。距离上一次来台办见面会已经是4年前的事，不过今年的他人气更高。因为主演的韩剧《皇后的品格》收视率相当好，电视台决定延长4集，但崔振赫以要准备台湾见面会为由拒绝演出，最后编剧安排他被炸死。韩剧《皇后的品格》抱着炸弹死去吗？因为他才阻止了大型的爆炸。罗王直，确定是他吗？没错。原本是男配角的申成禄，顺理成章变成男主角。但他饰演作恶多端的皇帝，因为报应而被误杀身亡，形成2位男主角都领便当的虐心结局。编剧似乎听见影迷的心声，在结局播出后的第4天推出隐藏版结局。韩剧皇后的品格，我虽然现在能力还不够，也是我比较喜欢前辈，但我会努力成为配得上前辈的人，等着瞧，你一定会先喜欢上我的，陛下一定会先喜欢我的，等着看吧。就像是平行时空，申成禄变成张娜拉的音乐剧后辈，彩排过程中突然告白，呼应戏剧一开始张娜拉也曾经对皇上说过的话。虽然剧情被披萨狗血，结局收视率却有16.5%，居同时段之冠。只是之后续集2位男主角是否复活再演出，也让粉丝好奇。